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月25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沙仑绿林科学城目前正积极的进行开发，为了提供当地更加完善的交通路网，市府工务局伫个前瞻基础建设计划支持之下，完成2条连外道路的建设，上午举行通车典礼。交通部长林佳龙也出席强调，高铁周边的交通建设卖持续来推动。位伫台南高铁站周边的沙仑绿能科学城，是即几年政府大力推动的重点产业。随着各项的建设陆续来完成，当地周边的交通也成为市府关心的重点。伫前瞻基础建设的计划支持之下，市府伫南154线甲桂林13路分别设计了2条全新的道路，作为连外道路来使用。25号举办盛大的通车典礼，市长王伟哲、交通部长林佳龙、立委陈廷辉、王定宇甲当地议员拢共同出席，见证这个重要的交通建设。随着绿能科技城的开辟之后，将来大批的厂商还有这个研究机构的进驻，所以上下班的通勤的人潮会变得蛮多的。因此，我想这边整体的交通系统也需要到了一个重新规划的一个时间的。所以说，感谢这个交通部能够帮忙把这个交通网的重新 remodel， 也就是重新改善规划的这个工程能够起了一个序幕。那将来不仅有86台86线，有台39线在高铁底下，还有将来有许多新的这个路的开辟，这样都能够因为这个归仁13路跟南53路的这个优化改善之后，能够揭开一个序幕。我相信这个地方的发展指日可待。除了这2条道路的完工，林佳龙部长也强调，交通部现在正在积极规划各城市的路网建设，台南高铁站的周边也是重点之一。相信未来这个所在的发展会愈来愈好。那除了2条道路通车以外，我们也已经新增这个台86线这个大潭交流道匝道的拓宽，还有新辟的道路。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连外道路让我们整个高铁特定区结合上沙仑绿能科学城我想整个产业的招商包括会展中心三井Outlet以及呢几个工业区，特别是一些政府机构法人在这个园区的进驻大大的提升了台南整个科技产业的发展。那交通部因为负责运输我们以高铁然后包括台铁跟未来捷运串联的轨道路网，结合上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希望为整个台南来落实蔡总统的大南方大发展的一个计划。交通局也希望这2条道路会使成为未来完成整个沙仑地区的交通路网的重点之一，同时让整个产业的发展更加顺利。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卫生福利部桃园病院的菌株感染扩大，加上将要过年，疫情的发展也成为各界关心的焦点。台南市长黄伟哲也再次强调，台南的立场就是借鉴桃园的经验，同时甲医疗院所共同合作。另外，交通部长林佳龙也针对春节交通说明安怎应用。因为桃园病院的疫情有扩大的趋势，加上马上就要来到的农历过年。台南的防疫措施也备受关心。市长王伟哲伫接受访问的时阵强调，台南会根据桃园的经验来做调整，同时也甲其他的病院合作，做好防疫的工作。台南的防疫原则是支援桃园，守好台南，所以就是对我们自己的部分，桃园布桃的经验已经提供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训跟借鉴了。也就是说，料敌要从宽，所以说我想。我们今天早上也跟台南市的医疗院所台南市的医学中心以上的这个，还有包括区域医院，我们做了一个视讯的连线。
这个连线我特别拜托各位医院的院长，他们能够把这个防守圈能够扩大啊，部署期能够超前，也就是说，有些本来觉得是有怀疑的地方，当然一定要列为红区。那就算是不怀疑的地方，但是跟有怀疑的地方相紧邻的，或者说相间隔的，也应该列为红区。当然，我们不希望台南面临这个状况，但是我们不能不预先的设想，也就是说，像春节许许多多的外地的人来，许许多多的台商来台南的话，那我们觉得其实当然，如果万一爆发这个疫情的话，我们自己必须要有所准备。当然，不是敌之不来，正是无有以待之。我们没有办法预期说疫情一定不会进来台南，但是必须让我们自己的准备做到最充分。因此，春节这个时候是这段连假是最危险的期间，但是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经验、把这个准备好，该准备的工作准备好。那并且这个以桃园为师，以桃园为镜，我们做好一个最好的、充分的准备。同时，针对高铁甲台铁是毋是要加强防疫的规定，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将会讨论更加严格的防疫规定，但是还佫需要甲疫情指挥中心来做讨论。因应疫情的变化，我已经有责成双铁，就是台铁跟高铁公司，去评估，然后提出比较加严的防疫的措施。那经济部也会送指挥中心来审查。那以目前我们就是说，只要每一个人能够落实防疫新生活，那我们配合陆站一定要量体温那戴口罩然后这个环境的清洁也会频率加快，也提供我们消毒用的酒精。那当然，大家关心的是是不是要取消自由座或者是禁止饮食。那到目前为止我想只要大家能够落实防疫的要求我们给大家一点就是这个一个便利，因为有一些人长途他需要饮食不过就是要保持旁边的社交距离就是而且用完之后要立即又戴上口罩那至于说自由座的部分我们会因应疫情的发展，在评估完之后再送指挥中心来进行审查。不管是部长也是市长，拢呼吁民众要配合政府的防疫规定，共同守护全民的健康。但新闻国无以采访报道。伫去年底，社会局开始审查各项弱势津贴补助，结果议员在收တင်前发现，真侪原本符合补助的新障朋友，拢被取消生活补助的资格。特别是查某囝已经嫁出去，搁爱甲后头厝的财产计算入去，实在是无合理。所以议会特别规划专案报告，来了解市府和弱势朋友好过年的社会政策。因为当期新长者的生活补助今年开始将纳入后头厝的财产计算，初稿将有9000名弱势补助恐惊被取消，日前就引发纳入议员反弹。所以上午的议会临时会以弱势好过年为主题来进行专案报告，议员无分纳入踊跃发言。因为今年这个计算方式的这个改变修正纳入这个家长这个直系亲属的这个财产计算之后，导致它不通过有1000多件被排除。然后包括我北区像我们自己的选区，像北区其实就有近100件所以我们在服务处是接到非常多民众的陈情说。生活的叫拍鬼然后政府还要苛刻他这个几千块所以我想局长这个部分我想市长也一定有听到大家的心声我们到底市政府目前怎么去回应？关于身障朋友，其实他要照顾自己就已经很困难了，其实你又要涵盖他的家人，他的爸爸妈妈以后要自己养老，都可能没有办法这个身障朋友来照顾，我们还要把他财产计算进去，这样的这个社会救助法其实很不符合我们在地、我们实际生活的身障朋友所面临到的问题。我们社会政策怎么可以打折这样计算呢？换句话说，其实要调整还是政策本身
尤其是像中低收入或低收入户，它牵涉到家户金额、家户收入的计算的时候，你要这样想，他生活状况就不 OK 了，所以更有可能那个家户就算说他现在家户归户在同一户，可是人都四散去。真正要去工作什么等等的。面对该政策调整，议员用社会政策可以使用拍折处理来质疑。对此，局长伫会中澄清表示，电市新长者生活补助信息已经比中央社会救助法定标准较松，而且若无符合法定预算的弱势者，嘛依照特殊个案来处理。其实，在社会救助法里面规定是，如果低收入户是以户为主体，申请人的直系血亲，它是属于个别性的。那如果说先生申请，当然就是先生的直系血亲；太太申请就是太太直系血亲。这一次的话，我们有评估过，就是也跟大家都议员、议座们他们都很关心这个问题，也很努力的在处理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跟市长这边呢，大概有讨论过一个共识，就是说，如果说也给他协助的话，会有个差异，毕竟他是不符合的嘛。但是我们还是要给他协助，因为原来已经有的，怕影响他的生活困境。议员都要替弱势新众清明，另外有关社工24点钟值班的紧急救援服务，以及春节期间富康巴士经营，给予甲独居老人关怀，加上长期照顾等服务据点的防疫加强，拢要求市府好好处理。台南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第二前，市长黄伟哲的透露，过年后有意要调整市府内阁。其中外团将会变动的社会局长陈永基，在议会专栏报告当中，议员无分哪力，拢肯定伊的表现，纷纷表达慰留。议会临时会25号进行社会局弱势和过年的专案报告，议员都来关心24点钟的社会安全网、各种弱势生活津贴甲补助的处理以外。因为市长黄伟哲并连任，过年后有意调整小内阁，其中社会局长嘛传出将有变动，所以无分哪力，10位议员拢肯定局长陈永基的表现，公开表达慰留，希望市长卖当听到因的质询。伊业务推动顶悬有咧用心咧做，伊嘛会利用你的8礼拜下班，甲这民间团体、社会团体咧交流。毋是即个专门咧甲民间团体交流啦所以我哋只会甲你肯定，你的本业甲外务拢做了真好，毋望即马即道质询这市长有听到我的声音纵使咱台南市6都内底因为财政的因素，财政有限大家对你要求较济，因为做袂到，所以饱受很多批评。你对家己安怎？假设大家拢希望你会当继续服务，你的看法安怎？大家议员拢建议市长，你留下来吧，继续努力安怎？你看喏，是惊替咱干脑筋拢替我，无啦，咱也不要你做啦，无要紧啦，较烦恼安尼。继续做吧，袂歹吧？据了解，陈永基曾经担任合并进前的台南县社会局长，合并以后的社会局副局长，以及担任市议会秘书长以后，2020年1月底才搁再转来担任社会局长。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说到台南，你想到什么呢？是美食、古迹，还是丰富的人文景深呢？请跟着我们的脚步，欣赏百工百业专家阅览多样的人文风采，一同开辟阅读新飞页。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台南市议长杯武道观摩赛23号正式登场，来自全国各地超过500位的舞者组织做伙，透过记者采访报道，带大家做伙来欣赏因精彩舞艺。
23日登场的台南市议长杯舞蹈观摩赛，来自全国各地超过500位舞龄歌手，无分大人也是囡仔，接连伫场上展现因的曼妙舞艺。今年议长杯舞蹈观摩赛是由财团法人安平文教基金会承办，嘉裕舞院协办，就是要来做伙推广舞蹈运动。今天是我们1年1度嘉裕舞院武艺大飨宴的那个成果展，然后也是台南市110年议长杯全国舞蹈观摩赛。对，那今天来了很多北中南都好手都到场来竞技，欢迎大家踊跃来参加我们的运动舞蹈的活动，希望大家能够永远健康、快乐、幸福。议长郭信良嘛特别来到现场，向来参加观摩赛舞者致意。台南市呢有足侪艺术表演的，这种找我来台表演，文化中心的客满，下当头客满，所有排一班排面着，未来台南市为会互咱这艺术界，所有的街头艺人，包括星光乐团，整个乐团可以到台南市议会表演给所有台南市民欣赏。不但的免费，场地免费，电池免费，我一团队补助因经费来台南市的表演节目，互咱的市民来共享，你讲安尼好不好？议长郭信良另外表示，台南市议会现在经过量化变身，是一个非常值得前往参观的好所在。希望这次来台南参赛舞者，伫会后拢会当去行看看的。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迎接过年，伫海外国人拢希望会当回来故乡团圆。不过因为政府规定，回来台湾需要一人一户进行居家检疫，加上防疫旅馆已经无够使用，所以到饭店改成提供需要居家检疫的家属来住。用上介优惠的折扣住14天，平均一天2000块起跳。这款方案都有真侪人去询问。这对夫妻透过饭店专车接送服务来到星级饭店 check in， 因为政府规定一人一户居家检疫以后，因决定将实施的厝内留互对国外回来家属，算好检疫期末，得当做伙团圆过年。不过毕竟一大就是14天，所以未少饭店为了互居家检疫的家属安心，纷纷推出大房专案。算算的上价折扣，双人房一暗照2000块起跳，也有免费自助洗衫等大型的设备。在市区里面停车方便，因为我公司离市区还是有段距离了，然后停车方便是一个我很大的诉求。那再者周边生活机能也比较方便一点，下班之后在吃饭啊，在馆内吃饭也好，或者到周边走路。一些小吃的地方也很方便，所以我就跟我老婆一起选择这个地方这样子。房子留给居间者，因为家人还是希望他们回来有一种回家的感觉。那家里面的设备对家人来说是最熟悉的场域，对，所以我们才觉得，那我们把家留给我们的家人住，那我们夫妻就出来这边也换个环境，换个心情，也蛮好的。居间者他在做居检的时候呢，他必须是要1人1户，所以居检者他跟家属呢是不能同住在一个屋檐下，所以家属呢就必须呢向外去寻找住的地方，比如说旅馆。所以我们就因为这样子的需求，我们推出了这个家人安心住的一个住房专案。那从1月26号之前呢，我们接受预定以及入住，那连续入住14天。
那最晚呢在2月10号呢要来退房。那连续住14天呢，我们就会给予36折的这样子的一个住房的优惠。饭店对了，互居家检疫家属安心大房减少负担。为了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劳，嘛特别伫今年年菜外在服务推出专属的医护人员的专案，用现金兑用券的小送来小听。其中一道落地卡地古早味，染上特chế酱料，就进入富贵的年节气氛。为了要替我们医护人员加油打气，特地呢拟出了一个医护人员的专属方案，叫做“医护我应援”过年年菜外带的方案，针对医护人员，只要下定我们的年菜呢外带，然后出示我们医护证件，就可以立即的享有单笔消费5000元，我们就送500元的鼎元餐厅的现金抵用券。那就是为了呢要帮我们医护人员打气，也希望医护人员在过年的时候呢可以享有热腾腾的年菜，然后一起的为我们台湾的疫情呢做严格把关，希望大家可以手牵手一起度过这个难关。饭店对680块起的单点料理到6880块的倒菜拢有，要互防疫医护人员感受饭店透过折扣上直接的支持。台南新闻军及林英光采访过的。为了推动器官捐赠的观念，基美医学中心拢会无定期举办宣导活动，希望互民众了解捐赠器官除了会当帮助别人，嘛会当做好家己的家属。所以病院等是3D 列印的器官，甲真正器官非常的共款，希望会当互捐赠者的大体圆满。这几年愿意加入器官捐赠的民众也愈来愈多，为了互更较侪人更加了解器官捐赠。基美医学中心拢会举办宣导会，向民众说明相关的办法。也因为传统的观念认为死者必须要保留完整的大体，所以有真侪家属拢会伫最后放弃器官捐赠。为了互捐赠者的大体会使圆满，基美医学中心也特别运用3D 列印制作各种仿真的器官，放入去捐赠者的大体当中，希望会使扩大社会大众的认同，并实践器官捐赠的理念。我想大家都知道哈，现在在台湾目前有8000多个人在等待器官的这个移植，那很多病人因为等不到器官的一个移植呢，而结束他的生命哈，所以是非常可惜的事情。那所以我们今天透过这样活动呢，来宣导器官捐赠这样的概念。那奇美医院呢，为了这个在器官摘取之后能够完满这个大体呢，那我们特别呢在160年开始呢，就用3D 列印的方式呢，把器官列印出来，再重新放回我们捐赠者的身上。那捐赠者呢，不管他捐了什么样的器官，我们可以把这个器官再重新回补回去，让他们可以大体可以圆满，也可以抚慰家属的心灵。为了鼓励民众踊跃加入器官捐赠的行列，卫生福利部也规划了有舍才有得的舍得政策。只要民众家中有人是器官捐赠者，当有需要器官捐赠的时阵，就会使得到优先的顺序。有舍才有得所谓舍得，真的就是说，如果你曾经捐出过器官，那未来你的家人3等亲以内的家人呢，未来在需要器官移植的时候呢，可以优先取得这样一个顺序哈。那所以透过舍才有得这样一个政策呢，来推广我们这个器官的捐赠一个活动。那我想这个的确生命总是有结束的时候，那所有人呢，如果可以在生命结束的那一刻，还可以把自己身体有用的器官可以捐出来不止可以不止可以，我们可以解救其他的其他的家庭，那也可以为自己的家人呢留下一个无价的一个价值，以及一个更重生的一个机会。那我想这是我们台湾在器官这个捐赠这块是做了非常多的努力，那也希望大家各位民众可以一起来响应。基美医学中心副院长表示，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民众减少出入病院。接下来也将会透过通讯软体、结合安宁疗护宣导等，让民众对器官捐赠有更加深入的熟悉。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侪云的天气，温度15度到22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1月2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